再向前行，街燈亮起，新街場嘅聲音逐漸傳過嚟。我哋終於行到咗嗰間網上好 hit 嘅老王芽菜雞沙河粉啦！沙河粉嘅做法原本源自廣州沙河，但喺怡保咧就多咗一層地方性嘅變化啦。芽菜咧就係呢一道菜嘅靈魂啦。怡保嘅山泉水清冽，當地用咁樣嘅水培育出嘅芽菜咧，特別粗大爽脆，咬落去咧帶住清甜。至於雞咧，肉質十分嫩滑，雞味濃郁，成圍菜啊都做得乾淨而紮實，幾乎咧每道都值得點讚。哇！榴蓮自由啦！附近嘅夜市賣嘅大多數都係啲價格唔高嘅小商品，鎖匙扣啊、衫啊、小飾物啊，一眼睇晒。佢唔似旅遊區咁精緻，亦講唔上有啲咩特別嘅特色，更似係本地人日常生活嘅一部分。舊街場沉靜，新街場熱鬧，礦業嘅繁華已經遠去，但大家嘅生活仍然喺度繼續。